大家好，歡迎收睇華夏大講堂，我係今集嘅講者林志欣。咁除咗係一個公共政策顧問之外咧，我本身咧都係一個大學講師啦，會接觸好多年青人。咁所以今日咧就講一個同青年啦，亦都同教育有關嘅題目，就係香港正在喺度轉型啦。咁究竟青年考慮好轉型未呢？嗱，粗略嚟講咧，我哋成日講緊香港嘅轉型係一個第三次嘅轉型啦。咁呢個轉型咧，其實有幾個面向嘅。咁第一咧就係產業轉型啦，第二就係科技轉型，第三咧就係區域同埋國際市場關係嘅轉型。講開產業轉型咧，其實一定咧大家都會聽過八大中心啦。咁當中咧有部分八大中心嘅產業咧，譬如創科中心咧，就唔係所謂香港嘅老本啦。我哋起步比較遲嘅，咁亦都需要咧政府透過一啲政策同埋資金去扶持。第二咧就係科技轉型啦，咁就係講緊咧透過科技去帶動一啲傳統產業升級，或者帶來一啲新嘅產業，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嘅低空經濟啦。咁當然產業轉型咧，亦都會係影響到咧一啲人力啦同埋科技之間嘅配套。第三咧就係區域同埋國際市場關係嘅轉型，咁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同其他大灣區城市嘅交流啦，同埋分工將會越嚟越加深，而且喺國際經貿同埋聯繫上面咧，亦都會加緊咧開拓一啲新興市場嘅。面對經濟轉型咧，特首咧就成日勸勉我哋要識變同埋求變。不過咧有一啲改變咧，唔係我哋所謂話變就變，而係事先需要去準備同埋規劃嘅。尤其是咧對於一啲年輕人啦，譬如啱啱想諗住要升讀大學嘅青年嚟講咧，佢哋喺去揀科啦，甚至喺中學啦，即係更加早嘅時候咧，就已經需要啦開始去做足準備啦。咁樣當下嘅年青人究竟係點樣睇呢一波嘅經濟轉型咧？邊一啲因素會影響佢哋嘅決策呢？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傾下呢一個問題。嗱，講開青年人嘅心態咧，咁大家可以參考一個研究啦，就係青協咧早前咧就公布咗一個叫經濟轉型之下青年嘅應對同準備嘅調查結果嘅。咁簡單嚟講咧，嗰個研究就訪問咗600個年齡介乎18至到34歲嘅青年，80%半嘅受訪者咧就話佢哋都同意其實香港經濟係要變革嘅。但係同時亦都有80%受訪者咧都好坦白話，佢哋未考慮點樣去轉型。而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呢一張圖入邊咧，喺未考慮轉型嘅受訪者入邊咧，大概有30%人就話：我唔係好知個轉型嘅方向。而其他咧比較重要，佢哋覺得自己未準備好嘅原因咧，就係第一啦，佢哋對其他嘅行業咧冇乜興趣。第二咧就係佢哋覺得咧自己對於相關嘅行業咧嘅技能同埋知識咧未夠啦，亦都有部分人就話我轉型嘅成本太高啊，亦都唔知道咧嗰啲相關嘅資訊轉型嘅機會咧喺邊度先至可以得悉到。嗱，而我哋分析呢個調查結果之前咧，有一點咧就想同大家提一提。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勞福局咧喺上年11月14號咧就發表咗2023年嘅人力資源推算。咁青協呢個調查咧進行嘅時間咧就上年9月去到10月4號嘅。咁亦都代表咧受訪者咧其實係未知道最新嘅人力資源推算嘅情況之下咧就作答咗頭先嗰啲問題。嗱，我哋上年嗰份人力資源推算咧係用2023年咧作為一個基準年。咁佢就估計5年之後啦，即係去到2028年咧，究竟香港人力資源嘅需求會係點樣嘅？咁而報告咧，其實咧佢就選定咗有17個產業嘅人力狀況去做一個分析框架。咁個17個產業包括啲咩咧？第一咧就係包括我哋成日提嘅八大中心。第二咧就有9個支撐香港本地服務同埋城市運作嘅關鍵產業，譬如餐飲業等等。咁呢啲選定產業咧，合共涵蓋咗個勞動人口咧，已經佔咗香港嘅80%，大概有280萬咁多。咁而報告咧對於人力資源嘅推算咧，如果大家仔細睇下咧，其實都係建基於一啲前設嘅。就係第一啦，香港經濟咧會喺推算期入邊，即係2023去到28年之間咧，每年都會增長3.2%，亦都會咧帶動一啲主要產業嘅人力資源需求持續係高企。另一個咧個報告冇講出嚟嘅前設咧，亦都大家心知肚明嘅咧，就係5年之後咧，八大中心嘅定位已經順利發展去到某個水平啦，我哋先至需要有咁多人力資源嘅。嗱，如果我頭先講嗰兩個前設都成立嘅話咧，即係應該3年之後啦，其實即係個人力資源缺口咧就會擴大去到18萬人咁多，比起2023年咧係多出咗13萬人。咁睇到呢啲數字之後咧，香港青年咧係咪就係覺得個市場咧需求我已經非常之了解，並且咧識得去裝備好自己咧？嗱，如果有留意嘅話咧，上年咧有個叫柯林斯字典咧，就選出咗一個年度
關鍵字，就叫 Brat。咁 Brat 咧，以前我哋成日話咧係代表緊一啲好曳嘅小朋友咁解啦。咁但係如果呢個字咧用嚟形容佢哋 Z 世代嘅話咧，其實就代表緊一種自信啦、獨立同埋享樂主義嘅態度。咁另一個調查咧就係講緊咧上年咧匯豐嘅一個調查啦。其實咧呢一代嘅人咧究竟點樣做佢嘅財務管理嘅咧？咁而家呢個世代咧就好重視旅行啦、生活自主啦，同埋生活上面嘅彈性嘅。咁而咧頭先我提到青協個調查咧，亦都提到一點啊，就係假如咧呢一個世代咧，佢要去面對一啲轉型嘅時候遇到困難，佢哋會點樣做咧？有2成人都答咁不如去旅行或者唞下先啦。負面嚟睇咧，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呢一代嘅人真係不事生產啊。咁但係正面啲去睇咧，就係佢哋其實嗰個思維可能比我哋呢一代更加開放，亦都未必受制於我哋一啲傳統上對於成功嘅定義啦。即係我哋以前覺得做醫生律師就係成功，或者佢哋呢一代唔係咁樣諗嘅，亦都會有更大興趣咧，同埋佢哋誘因咧去嘗試唔同嘅職業同工作模式。咁呢一種心態咧，反而可能係有助轉型嘅。咁跟住有2個角度咧，都想同大家探討。第一就係即係一個政策制定嘅角度，究竟點樣可以幫青年人轉型咧？咁第二個角度就係當然係我哋今日好重心嘅議題，就係教育工作者可以點樣幫青年人轉型咧？我覺得有幾個基本問題咧，佢哋係需要去答到啲後生仔嘅。咁第一咧就係8大中心，其實我哋講緊咧8大中心係好多種唔同嘅產業嚟嘅，佢哋會有各自嘅轉型步伐啦，同埋人力資源咧飽和嘅時間都會有分別嘅。咁對於一個普通嘅後生仔嚟講，佢哋有冇能力去預視市場嘅變化同埋速度，以至不至於咧好辛苦咁讀完一個學位之後咧，先發現原來我讀完嘅嘢咧出嚟係揾唔到工，或者個就業機會係唔夠，甚至係個市場已經飽和咗咧。我都聽一啲年輕嘅朋友講咧，有一啲所謂8大中心入邊嘅產業啦，譬如文化藝術產業咧，雖然係有好多職位空缺，但係咧同佢哋薪金啦同埋晉升機會係冇直接關係嘅，即係話繼續請好多人，但係未必等於咧你入到去咧就會享受緊一個合理嘅薪金。第二咧就係關於 AI 對我哋呢一代嘅影響。其實隨住 AI 嘅普及咧，近年咧國際研究報告咧都話咧，全球嘅就業市場咧會受到好巨大嘅衝擊。譬如啦，投資銀行高盛咧，去年咧就話啦，香港會係全球最受 AI 影響嘅地方。究竟香港係咪真係好似高盛所講，有30%嘅全職職位會被 AI 去取代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政策制定者需要去回應年輕人嘅問題。至於第3個問題啦，就係關於外勞啊，外來勞動力點樣影響香港青年嘅工作機會咧？其實為咗配合經濟轉型咧，我哋教育制度咧近年咧都開始轉型嘅。譬如咧，大專教育嘅層次咧就多咗一啲叫應用科技大學啦，譬如都會大學。咁而咧，政府亦都同時咧鼓勵緊一啲非本地生咧喺香港繼續去發展。咁呢度就形成咗一個疑問啊，就喺呢啲趨勢之下咧，未來人力資源嘅缺口究竟會有幾多咧係由外來人去填補，有幾多咧係由本地人去負責嘅咧？咁而當本地生咧順利完成咗佢哋學位之後咧，究竟有幾多就業機會係留翻俾佢哋咧？咁我諗呢一啲咧嘅人力資源嘅問題咧，其實政府係需要咧俾後生仔一個答案，令到佢哋有一個更加知情嘅選擇嘅。去到最後一點咧，就係關於我哋教育工作者嘅角色應該係乜嘢？第一就係點樣鼓勵佢哋喺更加早嘅階段已經初步了解自己嘅興趣同專長。第二就係點樣令佢哋相信，除咗啲傳統行業，其他新興嘅行業都會有機會係成功嘅。第三，如果唔想年輕人淨係想投向傳統嘅專業，我哋嘅教育系統本身都應該係要多元化，先至可以做到呢一點。喺瑞士嚟講咧，無論政府咧或者家長咧，都好鼓勵學生咧由體驗入邊咧去確立自己嘅興趣，再選擇下一個階段嘅學習目標嘅。譬如咧，瑞士小學咧一般咧2年級或者3年級開始咧就已經有一啲手工藝課程啦，培養啲小朋友關於佢哋究竟最後想投身啲咩職業嘅興趣。另外去到中學咧，原來佢哋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有1個鐘頭嘅職業指導啦。而去到9年級即係香港嘅中三咧，佢哋嘅學生咧就會開始選擇一啲譬如職場見習啊，甚至咧會有一啲機會去拜訪企業嘅。咁我亦都睇過一啲資料啦，就係去到高中嘅時候咧，1個星期咧可能會有1至2日咧，其實佢哋已經直接喺企業嗰度實習啦。翻嚟香港啦，香港咧發展應用科技大學咧
當然係我哋嘅第一步啦，因為以前我哋連應用科技大學呢個概念都冇。咁但係如果咧社會對於職業教育嘅形象咧，仲係停留喺呢啲係讀唔成書先讀嘅，或者唔專業嚇嘅一個印象嘅話，又或者成年人咧只係鼓勵青年進入一啲傳統行業咧，其實佢哋都好難去做轉型。咁所以作為政策制定同埋教育工作者，我哋有責任咧，俾年青人咧去有一個成功轉型嘅能力同埋信心。香港咧喺面對轉型嘅時間咧，教育嘅角色咧係比起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為咧我相信一點咧，就係唯有青年咧係成功轉到型咧，社會先至可以轉型嘅。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